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3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胡适走势啊，可以说是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呢，实际上你说股灾也不过分，恰如其分啊。今天沪指三大指数啊集体下跌，截至收盘，沪指跌了0.5%，深成指跌了1%，创业板跌0.98%啊，只有北证50啊指数跌得多一点，2.6%。也就是说啊，你从沪指、深成指、创业板都不大，1%，沪指0.5%，但是啊，给这个金融消费者来说啊，对胡一静老师这样的人来说啊，那就是股灾呀。今天的微盘股就是小盘股啊，跌了7.1%，两市啊4800只个股是下跌的啊，只有500只啊有上涨，300多只股票跌幅在9%以上，两市的成交额15457亿啊，都在1.5万亿左右，都属于缩量的范畴啊，就是相比较2万亿、2点几万亿，已经连续啊3个交易日还是4个交易日，在这个1.5万亿左右了。主力资金啊流出928亿，沪市是301亿，深市流出627亿，207家股票是跌停。从盘面上看啊，市场情绪啊极度分裂，主力资金抱团大金融高股息，而前一阵子这个妖股啊、题材股、垃圾股那是崩盘走势啊。胡适为什么跌幅比较小？就因为它的大市值的银行、保险，所谓的还有中特估集体护盘，所以说啊，表面上看这个胡适啊风平浪静啊，跌的不多，实际上这个金融消费者是哀嚎一片呢，惨叫连连。我记得网上一直在传呢，说上海的一个大爷爱在深秋啊，不是说要一直涨吗？我在这个很久以前就说了，12月10号以后啊，你就记得小心。很显然，这很多资金啊，在12月10号以后就开始踢桶跑路啊，不玩了。深层次原因啊，就背后的原因就是大家对这个数据啊还是不满意，再一再二再三，你不能连着骗。小作文也失效了。这个周末啊，连出几个利好，很多人周末啊都担心踏空了，结果今天一看是幸亏踏空啊，否则这就是少了7%啊，又要割肉啊，有资金啊已经踢桶跑路了，还有一些散户啊，就是金融消费者，还有游资在这儿表演空中接飞刀，刀口舔血啊。一边是垃圾股、题材股、微盘股暴跌，当然了，它也有暴涨啊，暴涨暴跌。一边是 A 股5大行年内涨幅均超72%，工行、建行创历史新高。这个是时代财经报道啊，12月23号上午 A 股3大股指涨跌不一，整体来看，两市个股普跌态势。在此背景下，银行股震荡走强，截至12月23日午间收盘，浦发银行涨幅接近5%，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涨超2%，盘中股价再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农工交建5大行涨幅均已超过40%，其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累计涨幅超过50%。有业内人士指出，低利率环境下，高股息的银行股具吸引力，红利策略板块的配置价值凸显。随着银行股价上涨和分析预期提升，红利策略基金有望获得更高收益。这个有点博傻的意思啊。这个银行的经营业绩这是承压的，对吧？利差在缩小，各种坏账现在已经纸包不住火。银行的3季度报表还有半年报显示啊，银行的经营业绩和利润难以为继啊，有的是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板块暴涨还创新高，只能说明啊，这个市场越来越畸形了，已经完全脱离了基本面。当人们啊反应过来的时候，恐怕对吧，用脚投票啊，这些银行股能扛得住吗？这些银行股一旦从高位下落，那不就是股灾吗？这才叫堆积风险，因为你没有业绩支撑啊，而且未来预期并不好啊。谁能告诉大家说未来银行发展会比越来越好，比5年前好？那么多房地产的坏账，那么多按揭贷款的韭菜断供，难道对银行没有影响？那么多韭菜啊提前还按揭贷款，把银行的优质资产都还完了，银行大把的钱放不出去，这些难道对银行没有影响？所以说啊，这个完全是脱离基本面，无脑狂欢了。这个也有经济学家啊，这个券商的研究员说啊 ，A 股正处于标准牛市中。中信建投成果说啊 ，A 股盈利预期、流动性和风险偏好都将继续改善，市场正处于标准牛市中。12月21日在峰会上，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策略官
董事总经理陈果表示，股票市场最核心的3个因素：盈利预期、流动性、风险偏好。目前这3个因素都将得到继续改善，所以 A 股市场处于标准牛市中。又来个名词啊，叫标准牛市。你光牛市不行，它叫标准牛市。那言下之意就还有非标准牛市呗。那什么叫非标准牛市呢？咱们今天这个叫牛市吗？今天是牛回头，回头牛，倒车借人吗？还是叫结构性牛市呢？那结构性牛市就是你看工行涨，但其他垃圾股跌，对吧？工行创新高啊，这叫结构性牛市。但是你看陈果说啊，这叫标准牛市。我记得前2天监管部门不要求吗？发文啊，要求这个各大券商的这些经济学家、什么分析师啊、研究员谨言慎行，管好自己的嘴，别乱说。那陈果这个算乱说吗？显然他不算，因为他是坚定的看多，看多就不叫乱说。看空你看的再有道理，你都叫乱说；看多你看的再没有道理，那也是值得提倡的，不用担心禁言了。这个2024年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还有几个交易日。那么沪市啊，要迎来最严退市规则。2025年将会适用新的史上最严退市新规，对5000家 A 股公司进行深度对比、风险扫描。根据这个最严退市新规啊，哪些公司将面临退市风险？哪些公司会成为新 ST 公司？主要是业绩不达标、净资产不达标、审计报告不达标。根据这些标准啊，目前低于5亿市值的有2家，一家是新 ST 美讯和新 ST 博信。ST 板块个股目前有129家，可能 ST 风险的达到124家，其中66家新 ST 隐患。24年退市的上市公司超过50家，25年会启用新的退市新规。在这个新规之下，那么退市的公司肯定会成倍增加。咱们那个一直主张啊，要严监管，这个5000家上市公司啊，最起码要退掉1000家。但是为什么不这么干呢？你看啊，虽然这个退市新规越来越严，但是大家觉得25年退掉1000家可能吗？能退100家就不错了，因为这背后牵扯的利益太大，每个退市股后面都住着一个神仙呢，你让村里面怎么管？管不了。所以现在他搞什么并购重组啊，这就是开倒车啊。这我一直说的啊，因为你有注册制，你要搞什么并购重组，那不是开倒车吗？你搞并购重组，你搞注册制干什么？但是这叫怪现象，它就是这么发生，你不服是不行。为什么发生？就是因为后面有个神仙。这按理来说，我这优质资产，我自己注册上市不就完了吗？我干嘛建你那个垃圾壳啊？还给你壳费，还一堆事情。这是一方面原因啊。另外一方面原因就是每个垃圾股后面都一堆散户包在里面。这些散户啊，就是为了追高，无脑杀进去，听了各种故事，以为自己要财务自由了，要翻倍了，都是追高追进去的，最后被套在里面动不了。如果1000家退市，那你说要涉及多少人？这个恐怕又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啊。所以几方面原因导致的，它不可能退市那么多。25年恐怕也就100家，这就算多的了。但是你想想，应该退1000家，只退了100家，那还有900家在市场上继续胡作非为，继续祸害，所以这个市场它好不了。你看啊，仅仅这个周末就有6家公司遭到了立案调查，而且好几家都是最近的明星股啊，什么斗神教育今年涨了4-5倍，它是 AI 概念大牛股，还有光模块龙头新易盛都遭到了立案调查，那基本上是不缓，等着宣判吧。另外还有30多家公司受到监管函、行政处罚，连中金、中信这些都受到了村里面的这个处罚。基本面不改善，怎么能走牛市呢？怎么能走得了？靠吹，靠注水，搞注水牛，都是要买单。大家都比看谁跑得快，一有风吹草动就跑，所以那个股市波动就加大，因为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基本面不好，都是赌情绪、政策，对吧？如果你沪市基本面是好的，这些上市公司都在赚钱，一个比一个厉害，那他就不担心政策，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也很小，非常短暂，所以他就走慢牛，稳如老狗啊，对吧？他就不需要发明那么多名词来形容他那个股市。咱们这儿发明名词来形容股市，这一个券商、一个经济学家、一个什么证券分析师，都能发明好几个词来形容。这个前财政部长啊，楼继伟说啊，控制 IPO 节奏和上市公司退市，并不能减轻股市波动，反而削弱了企业创新驱动机制。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表示，控制股票上市节奏和上市公司的退出，并不能减轻股票市场的波动，反而是削弱了企业创新驱动的机制。他指出啊，比较好的做法是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对
不及时披露真实信息或者信息造假的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给予严格处罚，让投资者获得真实信息，对股票的价值做出自己的判断。由监管部门或者交易所负责审批公司的上市，并不能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还会出现造成腐败的寻租机制。你看说的多有道理啊！楼继伟说的这一套就是美的正在走的邪路，那我们能走这个邪路吗？刚才还说了要1000家退市，这个楼继伟说控制上市公司退市这是不对的，不仅不能减轻股市的波动，反而削弱了企业创新驱动机制。你看，就是体制内的人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但是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就是因为后面涉及到利益，每个后面都有一个神仙，谁敢动啊？你怎么动？方方面面的利益都知道审核制会造成腐败，会造成寻租，但是注册制搞了2年多了，不伦不类的，回头还是审核制。记住了，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制造问题的人。我今天看这个马斯克把矛头又对准了美联储，马斯克说美联储的人已经多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就这个他嫌美联储人多了要裁。那是马斯克没到咱们那个村里面看看，对吧？马斯克到村里面看看，估计呢就陷入绝望。什么叫多？就这个还在膨胀。这个高盛又来唱多了财联社12月23日电说，高盛预计民盛中国指数2025年盈利预计将增长 7%，2026 年将增长 10%， 该指数今年上涨逾 15%， 是将4年来首次按年上涨。就问高盛买了多少，对吧？到底是实盘还是模拟盘？这高盛一会儿2型复苏，一会儿是，对吧？也连年增长，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21世纪经济报道说首批债市违法违规处罚名单基本确定，主要涉及扰乱市场价格、利益输送、出借账户等。说记者从业内获悉近期央行针对债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重拳出击，目前第一批处罚名单已经基本确定，预计很快向社会公布。记者初步了解到，第一批处罚名单中至少有3家机构上榜，包括一家中西部的农商行、一家货币基金公司、一家东部沿海的期货公司，单家罚款金额都在1000万元以上。被处罚的原因主要是扰乱市场价格、利益输送、出借账户、规避监管、内控缺失等。本次处罚被不少债市人士认为是上周央行集中约谈后余波，且预计后续央行还会采取更多措施。这我的理解这是央行，对吧？找你们谈话约谈什么意思呢？你就不要在债市作妖了。现在债市非常火爆债市才叫牛市。那个10年期它20年期债券收益率只有 1.几了，大家知道吧？就是这个债市越火，交易越火，它那债券收益率越低这个央行不高兴了，对吧？让你们去支援胡市，你这跑到债市来干什么呢？这不添乱吗？把资金都吸到债市来了，这对吧？指东你打西，指西你打东，这哪行呢？所以立马罚先约谈，然后再罚。这你说这些机构也是让你进胡市你不进，你非要进什么债市？胡市难道就那么可怕吗？胡市，对吧？是标准牛市，为什么这些机构就不听话呢？就是不信呢。怪不得以前那个管清友说说机构不相信牛市，跑到债市去了，不罚你罚谁呢？那今天这个表面上很平静的一天，实际上是接近股灾胡锡进老师恐怕难免要挨刀应该是胡锡进老师再次站到了盈亏平衡点上，往前一步就是盈利，往后一步又是慢慢的解套之路本来有条件买一部好一点的相机现在相机也是被蛋打了。今天胡锡进老师开始评论马斯克了，他说马斯克走上了影响力的巅峰，也陷入到争议的漩涡中，他获得巨大收益，也面临风险。他说18日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就是推特上狂发100条推文，批评一项2党之前达成的政府预算案，最终该法案被否决，这使得联邦政府几近停摆，这引起了民主党和主流舆论的反弹。希拉里称，如今共和党听命于全世界最富有的人马斯克，说美国影子总统马斯克的新头衔汤姆森这样的共和党建制派议员对他表达了不满。他说，作为世界首富，马斯克对特朗普组建政府的影响力空前之高，这种情形即使在资本主义的美
国和西方世界也是前所未有的。他说，然而越出风头越意味着风险，这恐怕不仅是东方的逻辑。一些人预言马斯克有可能最终翻车。我记得特朗普刚选上的时候咱就说过了啊，特朗普跟马斯克叫一山不容二虎，终究啊是要闹掰的，因为这两人的性格啊没法共事啊，不能说他们之间什么阴谋诡计啊，只是说这两人的性格恐怕也很难在一起。你再加上有人煽风点火啊，对吧？最近不是很多这个民主党就说你特朗普干脆把总统位置让给那个马斯克算了，很多人都说啊，很多知名人士啊，然后就说特朗普是傀儡，你是受马斯克操纵。你看就在这两人之间挑拨啊，下药，对吧？给特朗普下眼药。那特朗普你长期这么干他肯定受不了的，即便他们俩之间啊没有什么隔阂或者隔阂不大，那都是那种分歧是很正常的，但是被人这么一挑拨，对吧？一拱火一撮火，什么叫拱火浇油啊？这就叫拱火浇油，那特朗普终究是受不了的。你看这特朗普啊实际上已经有点破防了，他今天居然公开说啊，对吧？这个美国总统是我马斯克啊，虽然啊在选举的时候出了很大的力，捐了很多的钱，但是马斯克还是马斯克，对吧？这个我是总统，马斯克现在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大家可以看视频啊。But no, he's not going to be president, that I can tell you. And I'm safe, you know why? He can't be. He wasn't born in this country. 这个特朗普这种表态给人感觉似乎啊别人的这种挑拨拱火浇油啊起到作用了，也就是特朗普已经有点破防。如果这些人继续啊拱火浇油，迟早这两人之间要掰呀。这个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在西方主流舆论看来，马斯克正在迅速把他的亿万家产转化成政治权利，而权力也让他的公司财富进一步水涨船高。掌握了钱与权强劲纽带的马斯克像是在分享白宫权力，成了联合总统。总有一天特朗普就烦不胜烦，就是不厌其烦，最后为了避嫌啊，为了堵住大家的口，他恐怕就要疏远马斯克，甚至也可能跟马斯克反着来，甚至打压马斯克都有可能。马斯克大刀阔斧精简政府的主张，引起诸多政府职员的不满，他的政治表态也与美国建制派经常对不上。有人甚至建议让马斯克当众议院的议长，说众议院议长没有规定说必须是议员，居然有人这么提议。不过马斯克有的时候也很飘啊，他这个居然说德国的现任总理舒尔茨啊是无能的傻瓜，但是这恐怕跟马斯克在德国的投资啊，特斯拉迟不能达到预期啊也有关系。可是马斯克对舒尔茨很有意见，这马斯克就建议舒尔茨赶紧辞职，对吧？给人感觉马斯克有点飘嘛，对吧？他动不动还评价一下这个泽连斯基。这个胡信老师说啊，他说特朗普这个人呢，和马斯克的蜜月期能够长久持续吗？他说特朗普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通常他会讨厌那些抢了他风头的人，而且他反复无常，捉摸不定。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从时任防长马蒂斯到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副总统斯都与特朗普有过蜜月期，但先后决裂。这个确实是啊，特朗普这个人其实比较好出风头啊，比较享受那种在这个焦点之中啊，所有的镜头啊、摄像机都要对准他，他也成为中心嘛，连照相都要站在 C 位嘛，所以这种性格的人，他恐怕也不能接受别人抢他的风头啊。胡锡进说啊，马斯克的张扬做法，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也称得上是冒险，是吧？他显然想推动某种改变。另一名特朗普团队成员对媒体说，马斯克对将火箭发射到太空非常了解，但他对政治交易的细节了解多少呢？也就是说，马斯克啊懂技术，但是不懂政治。他说，未来的马斯克会前途似锦，还是栽大跟头，恐怕尚属未定之天。这个胡锡进老师，我觉得有点杞人忧天了啊！为什么叫杞人忧天呢？马斯克在美国掀起的这个叫波澜，或者叫运动，或者叫关注，他最惨还能怎么样？美国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你想定马斯克的罪，你得有确实的证据，你不能靠腹诽，对吧？你不能靠桌子底下交易，一切都在阳光之下，对吧？马斯克有什么罪，你得拿出来，对吧？不像印度随便编个罪名给你抓了。美国两党这种轮流执政这种斗争啊，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抓过人吧？相对来说啊，比较这个透明吧。所以我觉得马斯克他就是他的改变，他就是不被这个特朗普宠幸，特朗普抛弃他了，他也能怎么样呢？有人说他通俄，对吧？现在已经有人在找他的证据啊，但这一切你都得
得放在阳光之下，也经得起推敲。所以我倒是觉得马斯克在美国他没有什么风险，栽什么大跟头啊？顶多他掀起了这场运动失败，他在美国搞裁员呢，削减这个政府的开支预算，把这个400多个部门砍着就剩几十个，砍着一大半的员工，这个政府雇员啊，公务员，顶多这个失败还能怎么样呢？就是说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闹矛盾掰了，这个完全也可能。但是我想马斯克他的什么大跟头啊，人身安全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确实按照胡锡进老师的思维啊，马斯克如果在印度搞的这事，那很有可能失败了，那就是万劫不复之地。不要说失败，就是不失败，往后一旦改朝换代，或者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也会遭到清算。哎，大家想一想，明朝的那个詹居正，对吧？生前那是改革家呀，红极一时，位极人臣呐。死后呢，鞭尸、刨坟、儿子上吊，对吧？抄家。所以胡锡进老师啊犯的错误是拿，对吧？你印度的这个眼光去看待美国，就看得不太准，就容易闹笑话。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